LocoBike 而家係香港唯一一間共享單車公司，一直推動緊香港嘅共享單車文化。我哋就借助 LocoBike 作為靈感，建立出共享單車嘅故事世界，令到市民可以了解更多關於共享單車嘅文化。我哋透過唔同媒體作為宣傳嘅方式，其中一個媒體平台就係 Instagram。我哋使用第一人稱去記錄一名虛構嘅 KOL 李嘉恒，佢所遊走世界各地嘅特色地點，並用相片嘅方式記錄喺限時動態同埋貼文上面。另外，我哋最主要嘅宣傳方式就係3段廣告影片。3個影片嘅故事係發生喺唔同地方、唔同人物嘅處境身上。第一段係一個嚟自台灣嘅 KOL 李嘉恒嚟到香港旅遊，透過使用共享單車遊閱香港唔同嘅特色地點，並且欣賞香港唔同嘅文化。第二段係一個住喺圍村嘅年青人就嚟要去市區工作，年青人就用共享單車追上去嘅朋友。李嘉恒遊閱香港嘅時候，就見到年青人用共享單車追上私家車。第三段係有一對姊妹喺瀝源村長大，有一日佢哋一齊出去玩，但想揾到新嘅娛樂，咁啱李嘉恒踩住共享單車經過瀝源村，令到姊妹發現有共享單車嘅選擇。我哋使用 KOL 作為媒介去串聯3個影片嘅故事，帶出共享單車可以為唔同人士帶嚟方便，強調喺新界各地有唔同嘅共享單車租借點，同埋凸顯共享單車比起其他交通工具更加有性價比。最後，我哋透過自己嘅專屬網站作為第3個宣傳嘅方式，網站入面有關於共享單車同我哋故事世界嘅詳細介紹。對我哋主題有興趣嘅市民可以瀏覽我哋嘅網站，更加深入了解我哋嘅主題內容。